Hello，我係二玲啊。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咧發生喺海逸豪園嘅漏水事件。呢一個故事咧提醒我哋，漏水咧唔係淨係喺舊樓嘅，就算豪宅同樣都係會出現。點解呢個苦主面對緊咩麻煩呢？點解解決問題過程咁難？佢又點樣透過法律去解決呢件事件呢？事件咧發生喺2016年嘅，李先生同埋佢屋企人咧發現天花有少少水滴，但係就冇理會到。點知隨住時間嘅過去啦，情況開始越嚟越嚴重，牆身開始發毛啦，仲出現一粒粒嘅結晶體添。每逢落雨嘅時間咧，佢屋企就變成澳門一出好經典嘅舞台劇《水舞間》。面對呢個慘況，係咪好難想像佢哋點樣撐落去？究竟點樣可以瞓得安樂？呢段期間咧，李先生同埋佢嘅屋企人，大家感唔感受到佢哋有幾咁無奈、幾咁痛苦呢？如果係你又會點？大家唔好以為李先生係冇做過嘢，其實咧佢多次同管理處啦，同埋一啲相關嘅機構舉報求助，揾個食環啦、滲水辦、水務處，總之可以揾嘅部門都揾晒，但係問題始終解決唔到啊！原因咧，樓上個業主咧根本就乜都唔理，態度非常之消極，對任何檢測同埋維修嘅要求咧都敷衍了事。不過咧個天咧係唔會因為一個人嘅慘而特別憐憫佢嘅。喺2020年咧，電商仲因為滲水而引起大爆炸添啊，差啲造成白頭人送黑頭人添。不過去到2023年咧就出現咗轉機啦，李先生咧終於決定揾律師幫手。好快律師咧就幫手咧制定咗一套嘅策略，先向樓上嘅業主啦出呢個律師信作最後通牒，施加壓力嘅。不過大家都估到啦，呢位樓上嘅業主態度依然係保持自我，愛理不理。所以咧李先生咧就進一步行動，將個案件擺入法院，申請禁制令，禁止樓上用水。喺法庭嘅支持底下咧，李先生最終成功逼到樓上嘅業主承認責任，進行維修，仲攞翻因為漏水而造成嘅損失添。李先生同埋佢屋企人咧，先真真正正可以解決到呢一個問題啊！呢個案件展示咗咧，面對樓上業主不負責任嘅態度咧，最有效解決漏水問題嘅方法就係訴訟結合禁制令。面對不負責任嘅樓上業主，我哋必須係要利用法律啦嚟維護自己嘅權利嘅，即使幾咁困難嘅狀況都可以揾到方法去解決嘅。希望呢一個案例對收聽緊嘅你哋有所啟發。如果你哋同樣面對緊漏水嘅問題咧，記得揾我哋傾傾啦。當然唔記得點讚、訂閱同埋留言俾我哋漏水急症室啦。拜拜。